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哇，年过体咧吼，大家又开始爱舒心忙啊，爱舒心开始爱上课啊，也是爱做事啊，大家就爱打拼过新嘅一年咯。过咗新嘅一年，阿群妹啲福起来咧，还是爱同大家来继续收集同到好食嘅东西哦。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收集啊，傳承嘅多年嘅老豆油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誒你新米豆油嘅也調解用，天二胎嘅調解用吼，你分享徐媽媽分享。各位鄉親大家好，按到草米節，今日當歡喜來到客家電視台，哈。大家好，歡迎徐媽媽來到節目當中哈，等等一下，接下來係今日來嘅就係你第三台嘅接班人咯，來分享環訓分享。大家好，我是新味醬油的第3代許環訓。好，分享兩位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結哦。故事也想來問一下徐媽媽哈，聽講也哋位豆油廠啊，也下已經係。宜蘭、花蓮、台東，我們講宜花東，直接把它歸類在一區吼。唯一一家嘅也都也係有啲嘅做豆油嘅豆油廠哦。哇，因為我有研究嘅時間，一開始係啲哪片開始嘅？一開始講吼，那豆油店有90年的歷史嘅啦。哇，90年！一開始講這個跟日本時代做日本人開嘅豆油工廠。我家幹1927年來就同個日本人買就開始做到1970年哈，我就第二台因為我用上去用線機的哦，杭州唔得太高都接開線哦，我就接就開始，我身上頭路就冇做，就開始專心做豆油店，就等於講用較個比我家講較進步的哈。像個做個豆腐啊，做作譜啊，豆腐就係我們講的豆曲嘛，豆曲全部都較有科學的方法，就是溫度、濕度嘛，就開始有用溫度計嘛安種，個唔係像頭擺講哦，我用一道紅，我也從做一講，我一道比例就做到剛好就是。一次引進步的安尼啦，對，我們數據化，對不對？對。一開始對日本時代，所有嘅技術，應該講咩係傳承嘅日本時代嘅。日本式嘅係。日本式嘅豆油做出嚟。哇，嗰時候也係第2台殺下來係第3台了，對不對？所以嗰時候第2台、第3台這邊接班之後，在整個配方上面有沒有做一些調整？其實整個配方上是沒有做太大的調整，因為我阿公到我爸爸到我傳承要傳承，對不對？對，其實也要保留我們古老的做法跟傳統的古早味，所以要用一樣的做法，只是我們把它數據化的比較明顯。就是說我們第一個是我們在溫空上以前可能只用電扇，現在換成那個冷氣或是 air condition 之類的。所以像這個做這個醬油做豆油來講，它嘅溫度、濕度、溫度、濕度是不是全部都要很仔細的監控？當然是要，它主要是監控，但是我們是自然的，不是古早的，我們不像大廠這樣，它完全控制在同一個溫度下或同一個濕度下，所以它會有每年，其實我們就跟釀造一樣，就大家可以想象紅酒，它每年會有時候會特別好，其實釀造其實一樣，但我們會控制它在一定的範圍內，那可能今年的溫度都特別好，濕度也都保存得非常好，所以就會有夢幻逸品的產生，這樣。對，所以我們在看那個，還懂田野很自然的方式。所以我們在看它在發酵的時候，我們會看它的顏色跟嘗它的味道，就會知道哦，今年真的
的特别好。哇，对，古说真件嘿，对日本时代就竟传承到亚哈。那有懂到比如说你们有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跟改良，那有没有一些是坚持来切对中我们的改的嘞，绝对要维持原样的？简单说，我们不管在养区或是在培养跟或发酵时间，其实我们还很坚持，我们一定要发酵多久以后我们才要收成，然后我们的味道一定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才会出去，我们也不会用化学的，我们都还是坚持用酿造的方式去做这样。对，古说亚哈米西同徐妈妈，你台湾识到的米西哦，亚哈吼，因为时间较长，至少做到360年以上安尼。100做100条油做一批还做比方说，吼，头种一天都360年。哇！吼，这样有个香味，因为那个3、4个月吼，根本个无个香味了。等于讲呀，一批啊都个头油啊，就有甘醇安尼，吼那种香味。个你一批啊都啊头油都像头白，因为你还很年轻哦。头白俺就讲哦，猪油拌饭个哦那种。非常好吃的味道，一直保存那个味道。真的，像我爸爸就讲头摆好冇东西，冇乜个东西好食，就煮油帮头油，搅饭就是几下饭。我就想到讲，嘿，我出生时间我冇吃到品质安好嘅头油，希望我冇吃到安好食。不过真件香嘅头油真件会散发出某强用嘅味息。你今本年好，徐妈妈同我们的环讯今本年就有带来。等到品质等好的头油，我会同大家来分享哦。像啊，这行牙膏是初榨酱油，我很好奇，因为穷人忙着糖沟有很多初榨酱油，有没有听过初榨的橄榄油？但是初榨的头油，上来可以同不是初榨的差别在哪里啊？初榨酱油其实我们酱油在做成豆瓣酱之后，发酵成豆瓣酱，我们第一道压出来的，我们就叫它初榨。哦，所以就像你走当红旁边是我们的豆曲嘛，对，已经有豆曲，它整个制成是什么？可以大概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通常黄豆去蒸煮之后呢，然后我们会把它放凉，然后种曲。那曲菌大概会种4到7天，然后温度要在28度到32度中间，然后我们就维持在这中间，它会发酵的比较好。如果像有时候夏天太热，温度太高，它反而会发酵不好，会有阿莫尼亚的味道。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很辛苦，就要早上晚上都要去看，说温度超过要把开抽风机，要开冷气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顾这个会顾得比较辛苦。顾谁人的强用？所以大概3更半夜要放下看。它发酵4到7天，我们看它成熟之后，我们就会下缸加盐水，就会变成豆瓣酱。大家可以看，就像这个，对，这个豆瓣酱，这叫豆瓣酱。对，然后呢？好香哦！对，然后这个我们大概1年之后，我们才会出来做我们的初榨。这已经可以吃了吗？这可以吃，可是，对，有较咸。你刚才有说到，豆的香味，对，它不是只有细含听听。你稍微含一下，它会有豆的回甘的味道。对，真甜呢！然后我认真的含了一下，这个有特别香味。古时候你讲，豆子泡了1年之后，它就会变成豆瓣酱。对，其实一般呢，大部分120天到180天就有人做酱油了。可是我们还是坚持，我们觉得我们的风味到360天1年以上的豆瓣酱的风味是最好的。听说有1年的时间，不过也哈，我想问一下徐妈妈，因为像也得有漏石头的东西啊，你就唔会讲加个合法的呀？所以这个豆曲韩国也豆瓣酱加个客家方用的来讲，豆脯，也很素拿的豆浆，豆脯同豆浆。韩国豆浆刚刚说是初榨的酱油嘛，那初榨挤出来，第一次挤出来就会变成这个。对。这个就叫做初榨的酱油。好，阿全我也好了，试看他们跟很多初榨的酱油哦。它真的不是只有完全的酱油的味道哎。对你多含，它其实会有回甘的味道。对。呀，这很多豆油嘅味是，佢就唔係
完全是鹹，而鹹以外，而還有香味。韓國香味看起來嘅色，它的顏色其實是稍微比較透明的顏色，它並不是暗沉的色。琥珀色。哦，琥珀色。專家嚟講就係琥珀色。韓國像我一下色睇一下下，我就會知道佢嘅後鏈頭有一些咧鹹嘅香味。哇！嗰種我一下就做得來，上嘅到頭擺我爸爸食到好嘅頭油。韓國放嘅豬油攪飯的時間係嘛個米西耶，所以這個是初榨的醬油，但其實非初榨的醬油，咩係有人哋嘅做誒，也是有在做。那它初榨跟非初榨，它的珍貴的程度是差在哪裡？理論上初榨就是低島，所以它的蛋白、它的氨基酸跟它的香味會是特別好的。那如果炸第二次，它當然還是會有，但是就不會像初榨這麼香、這麼回甘的味道這麼好這樣。但是它的做法一樣是釀造的醬油。對，沒錯，它也是釀造，它只是把那個豆瓣醬第二次再壓榨而已。對。跟大師講一樣，它其實也有一些是所謂的化學的醬油。那化學的醬油跟像這樣子傳統釀造，我嘅意思係講這個做法有哪裡不一樣？其實最大的不同是化學醬油其實是用強酸強鹼去把黃豆的蛋白質分解成氨基酸，所以它非常快速，可能在2-3天內就可以製好了。那這種醬油就少了我們像這種釀造的回甘的甘醇的味道，而且它因為用化學的方式去做，可能就會有一些化學殘留物在裡面，會對人體不好這樣。古時候呀，就係叫你帶來就係肉絲甜鹽呢，清淡純的這個醬油。古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當正規哦，到亞下幾90年的傳承的第3代嘅調油，我同大家來分享。其實佢哋還有當到故事哦，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再來節目當中。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吼對花蓮來嘅，並且當好嘅天然嘅釀造的調油哦，我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講到吼，乜嘢按到初榨的醬油，初榨醬油吼就係做好嘅呀調醬鐵白按你擠出來的呀的調油，全部就按到初榨的醬油。唔過吼，今日節目當中搶到嘅呀做調油嘅專家就會來問一下。上來這個初榨的醬油啊，有幾個客話冇？問一下許媽媽。客話講頭邊的啦，頭邊的調油，就是我們講的初榨的醬油，就係按呢。哇，原來係按呢吼，基本上大家就學到咯。初榨的醬油按到頭邊的調油。韓國三號的出題家的初榨的醬油以外啊，其實還有其他的產品，比如說像是醬油膏，對不對？對。呀，對，調油膏大概特色在哪邊？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醬油膏。醬油膏用比較簡單的說法，就是醬油去勾芡。就勾芡，它的流動性就會比較慢，就像你去吃羹湯麵那些勾芡之後會比較慢。勾按呢？對，它的特性是這樣，因為你在滷或沾的時候，你的量可以適當一點，不會像有時候你整個醬油泡在那個材料裡面。那有些人來做滷肉的時候，最後會用一些醬油膏，會讓那個食材最後看起來亮亮的，因為它醬油膏的那個附着性比較高，所以它會最後會附着在那個食物的表層，會看起來比較漂亮，然後味道也會比較好。這樣。對，韓國腔比較講像溫水餃的時候，我有上次吃到咖喱公，我不給它調油，有時候就會覺得很水，很難沾起來的感覺。不過咖喱我溫的係調油膏，也就是說，沾起來就是真的是有東西附着在上面，它附着度比較好。古時候其他的出題有這個頭邊的調油，韓國還有這個調油膏，韓國其實還有一類哦，很多海脆醬油。所以海脆醬油係乜嘅東西？海脆其實是比較特別，然後就是因為我們花蓮這邊有海洋深層水，所以當初呢就有那個計劃說我們來用海洋深層水來釀醬，我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特殊的風味，好特別哦。對，所以我們當初就做了一批海洋深層水的醬油，那其實就是把鹽水用海洋深層水去做替換。但是
海洋深层水，我的疑惑是，比方跟我们市面上看到一些海洋深层水，它其实已经是做成矿泉水了。对，海洋深层水跟那个矿泉水是一样的吗？其实是一样，它其实是直接我们是跟台肥买的，他们就是抽600公尺以下的干净的深层水，然后直接用水车运到我们工厂，然后把它取代盐水去酿的这样。哦，鼓手像这样子的海萃酱油，它是用海洋深层水酿的。对，改跟米稀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呢？其实很特别，我们在做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它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酿了1年之后拿出来看，它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虽然我们只有换了一个东西，叫做盐水换成海洋深层水，对，但它的咸度是一样的，咸度是一样的，就是海水的咸度。对，最后我们盐度是调到一样的，可是它的水质不同，最后造成结果也不同。虽然海洋深层水它有几个特性嘛，它有比较干净，它有一些微量元素在，所以你最后可以看到它酿出来的风味会不一样。它其实很特别，它的风味就跟其他一般豆麦的酿出来的不一样。所以会不一样哦，会无共用。对，鼓手既然无共用，料理用到料理后，就会有无共用的变化。迄唔迄做得请徐妈妈同大家来分享无共用的调油。就你拿你来当例子好了，你去给它用的来做，用的来用。那讲初榨头边的调油，对，头边的调油，煮薄空肉啦，做一些凉拌啦，要做的哈，给海脆青苔特色做嘛，因为佮用海鲜啊，像种下讲那个海鲜呀的哈，佮煮个豆瓣鱼安尼，个方面，它只有加分，那个味道会完全无共样。所以，佮一批啊吼，注意安尼海水的味道，米头，海水的味道。它其实很特别，你刚开始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海边那个有海水、海风吹那个海水的味道，可是你第2道你再稍微含一下，它还是会有豆麦的香味再出来，所以它其实有2层的味道，所以它对海鲜跟一些炖肉都还不错这样。对，这样听起来很像 Dinobo 有上次有看到什么煎鱼风味酱油，然后你们是海味的酱油，真的是鼓手海味海脆酱油就是搭配海鲜，对。海产，爱哪些东西，懂事哈。鼓手刚刚徐妈妈有同大家来分享讲，人家就我用来补空用，所以同大家来讲一下空用，先来用的来做么？也个煮的吼，唔要像头摆讲熟6个月，也差不多3个人月到4个月，吼。鼓手也补空肉加爱煮用个爱头边的调油哈。1斤猪肉，差不多用40cc 到45cc 安尼，一系列做好哦。懂少呢？懂少。啊，不用，有的人伊看到调油昂贵，唔盼得不用，其实一系列就做得了吼。佮不用一系列便糖，可以唔即个，要较甜啊，要较含量，其实哦。你就洗火，因煮到全部个猪肉个色啦，风啊色以后风啊色哇！你将可能会煲到1落个，将不用酒，将落去安尼煲，安尼就对哦，安尼。鼓手用猪肉吼，要煲空肉，要用那种普味的肉来煲较好呢。但是行就讲夹心嘛，夹心肉哈，夹猪夹心肉都好食。啊，有的人好食这个三层肉，三层肉叫它皮来做的。鼓手无用的调油就无用的用法吧，像那个调油膏哈，煮鸡猪肉嘞，做得个。像煎豆腐没有水，好，就清豆腐不用些水就收汁这样子，而且又会有亮度。就那个豆腐啊变得金金，我看到懂好使用。懂享颜色，就像传统的菜单一摆出来，吼，它可以有用那调油膏，我金金的就懂享颜色，吼。哇，唔但像安尼，其实一开始没有讲到吼，田野的酿造酱油跟化学的酱油，其实还冇共用的。不过其实人都那么去买的时间，大家就一根一根安尼装订的啊。你对消费者来讲，其实要去分有一些的困难。那今天既然有请到专家来到亚片，我们是不是请环训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要分辨
天然酿造的跟化学做的酱油，应该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分辨？简单说，我们的初榨其实就是用那个豆瓣酱直接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颜色呢，其实你可以看对着阳光看，或是对着灯光看，你会看到它是在超市的时候就拿手电筒嘛，手机的那个灯，就是琥珀色的，你就会看到它琥珀色。那有些人会比较深，其实有加那个食用色素或酱色，其实我们这都没有加，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像琥珀色的。透光之后会有琥珀色，对不对？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从外观可以看到的。没错，那第二个呢？其实因为我们如果发酵的好，它变成氨基酸，氨基酸比较多的时候，你稍微摇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非常多泡沫，泡沫的细致度，然后你可以看泡沫细致度，然后它有点像汽水一样，说会一直往上跑。对，哎，你有那个一根空间比较多的，空间比较多，给大家摇看看。嘿，好，我们给镜头看侧面。对，它就会像汽水一样。来，给我。交给我来。刚刚其实，你节目当中，这个我们的环讯已经有摇了。那摇了之后，有没有看到它有泡泡一直上来？有泡泡一直上来，其实它有空。那像上面呢，是不是就会有比较绵密的？对。比较绵密、比较细致的泡泡。其实我有去超市摇过各种酱油，我有去摇过啊，有一些呢，其实大部分都会有泡泡，只是那个泡沫的细致度会差很多。有的会比较是天然酿造，比较天然的酱油，给它泡泡就会非常的细，然后而且其实会维持很久。压根其实我在还没摇之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基金有摇过，都压它其实泡沫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这是我们从外观上可以判断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闻到香味呢？其实你闻到香味，其实一般的纯豆麦做的话，酿造的话，它会比较它不会有刺鼻味，它会比较像豆麦，你会闻就像你们以前闻古早味的酱油一样，就会有比较甘醇的味道，比较不会有刺鼻的味道。就说你化学的还是会有一些刺鼻的味道，所以说实在的，美味的味道还是要用时间来等待的。对，要用360年，要用1年的时间，将油品质安好的调油。韩国大家记得了，韩日把许多市场啊，还有去店的爱买调油的时间，第一就要看外观。广州啊，去有透光冇，有没有琥珀色哈？韩国生下来就爱看起油啊、粗啊，看起个泡有没有非常的绵密，有没有非常的细致啊？就会大家分享哈这个买酱油的一个小小的方式，优良对，爱来甘甜哈。但像安尼没有牛人焖啊哈，假使讲俺买透油都不卡，跟俺透油可以，俺还蛮适合，俺爱不用到那片，我不用变强度哦。一天哦，因为也无防腐剂啦，哈，你看无迄种哦，真嘅无防腐剂，不用唔是1礼拜就做上菇的。哈，真的要改啊？真嘅，唔是1礼拜就上菇诶，就上菇诶。我所建议大家，虽然也透有迄种咸的东西，不过因为它是天然的，好的透油真嘅就爱留记，不用到变强度哦，对不对？韩国我们南腔按呢，因为也还好，对第2胎也还第3胎，就是这个我们的环讯来接班了。环讯你自己接班之后，对规则店面度吼，其实不管是店面还是说在于这个客户的分众，还有其实在包装上面，其实你都会懂得调整，都得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吗？其实我们家以前从我阿公到我爸爸比较常在做的都是小吃店、面店跟一些餐厅类的。那从食安之后呢，大家都很希望可以知道说产品的制成跟它怎么来的，所以我在做店面的改装，其实有一部分是说我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家虽然90年，我们家的做法是怎么样，然后介绍给大家说，我们是从 A 到 B 到 C 都是按部就班的来，让大家可以吃得很安心。那第二个呢，因为我们家有很好的产品是可以用家用的，那家用的我就特别出这个小包装，因为现在人没有煮，对，就是说是500cc 太多了，然后我们就出一个250cc，大概可以用1个月刚刚好，所以就会出一个小包装的。然后第二个是说呢，因为我们店面改变了之后，观光客会比较进来，所以比方说我们会改变那个包装，是说它也可以当做伴手礼，因为毕竟我还是花莲剩下唯一一家的酱油，我想说来花莲不止你吃到美味，也可以把这个美味带回去，因为其实花莲还是很多名店使用我们家的酱油，像一香扁食啊，像大家都可以听到的炸安葱油饼都有用我们家的产品，所以说当你们吃到这些美食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的调味料带回去做
做品尝这样。唔错，古早太有爱迪哦，你台湾有当多素菜都有出当多好产品，今日就同大家来小介花莲的特有，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同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介對花蓮來嘅神秘特有哦。哇，剛才有講到吼，環訊佢接班以後，其實就會當到改變吼，本單家就會迎下可能就係一般的小吃店啊，不過亞哈佢上愛老亞，憑着當好嘅特有做這個小包裝，把它精緻化，本大家就做在小家庭內做得來分享，從冇唔單像按呢，還有周邊商品要同大家來分享哦，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3樣的周邊商品。第一個是我們的菜脯，徐媽媽再同大家來小介一下呀。菜脯，做乜解會想到講愛來做菜脯嘛？因為吼，也就等於講，做乜嘅做菜體嘅東西吼，它個有發展地方咩有辦法發展啊，唔錯啦。菜脯就等於講。像今季節要當短嘅，就也好年度都菜脯當好嘅時間咧。啊，也就可以都輔導農人，他可以這樣更它比較特別是它的菜脯有加我們的豆瓣醬去炒，所以就我們為什麼會發展這個周邊商品，其實理論上是跟我們的衍生商品就都是，其實你們看到我們的衍生商品，其實都跟我們的製醬油的製程都有關係，對，比如講像芽菜脯，而且它唔會當鹹，有一些咧辣辣咧，還有一些些甜甜的，所以它把那個因為有當香的這個調醬，鼓手把這個整個菜脯的那個味道全部都帶出來。韓國唔單像安的，還有一個叫做醬絲，薑絲啦，就會薑絲。對，它其實醬絲是豆瓣醬。薑絲啦，按客話講薑絲。就是豆瓣醬加薑絲，加薑絲。它豆瓣醬去炒薑絲之後出來的。對，那完全沒試過按那些東西呢。它很特別，它有脆脆有豆瓣的味道，所以它風味跟不一樣。好下飯哦！對，有點辣。是做當好。哇，當茶飯，對不對？要食飯我一碗甜的是挺好來，然後那個薑絲再加上它本來有一點點辣辣的味道。好好吃哦！因為其實阿 Q 妹我其實非常喜歡吃辣，雖然我那個耐辣能力不太好，但是我很喜歡吃辣，很好吃。韓國沙拉也是剛剛許媽媽推薦我，聽說愛食咧，很多豆腐魚。韓國人嘅豆腐魚吼，同老闆眼看到嘅豆腐魚嘅色冇乜嘅區別，它其實顏色比較淺，色較淡，做乜解會按你色較淡？因為用米吼，對。較多，其實較甜，色又包括安尼鵝黃色安尼。哦，迄種我用透的做較有安尼。哦，古時佢係用米較多，米較多，真係米較多嘅豆腐魚係乜嘅意思？佢看，哇，夾個豆米當香呢，然後夾個，我覺得它其實是有冇細鹹？甜跟鹹的味道來做比例的話，鹹米60%，甜味有40%。那這個感覺甜味非常非常的重。對，而且你後面會有一點點回甘，其實它還有豆麥的那個回甘，因為它大概發酵要2個月左右，我們才會拿出來。就是豆腐乳其實也不是速成的，都是我們這樣在做它的時候，至少要放2個月以上才能。哇，對，古時候連豆腐魚都會不用用長葉這樣做的。那這個豆腐魚是用整個做醬油的哪一個步驟的部分來做的？哦，豆腐魚吼。豆腐去滷鹽滷好，吼去篩好這樣蒸好就直接吼一層豆腐魚一層米脯，個豆腐安尼，個豆腐個米脯啲都不用熱燙的啦，就一層一層一層。
当用全球倒落去安尼。哇，全球的呢，懂厨本哦，对不对？我们非常用非常多好的食材、好的食材、好的材料，还有好的挑油的东西来做呀周边的商品。还有唔单像按料，其实亚哈泰家全部就会来发展动作，比如说手作啊、DIY 啊，像地法莲呀的手材，听说也非常多的，像是农场、观光农场可以让人家去体验的。你要的气感没有按的走。那我们现在有开始做手做的豆腐乳啦，其实我们之后会有手做的酱瓜，或是那个咸冬瓜，或是凤梨。那为什么先做安瓜？安瓜。那我们为什么先做豆腐乳？其实我们家其实有感觉你把豆腐乳教大家做出去，太搞做弄不好就气感卖呀。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是手艺要传承嘛。其实对我们家很多人来买豆腐或豆瓣酱，都是要回去做豆腐乳或是腌制酱瓜类的。可是现在这些呢，都是妈妈们大概都是60、70岁了。从我小时候有40、50岁的妈妈们来买，到现在都已经60、70岁的来买。其实年轻这一辈都几乎都没有人在做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做豆腐乳很难吗？其实很简单，只有步骤1、2、3一下子就做好了。那你只要放在那边静置，让它好好的发酵，然后就时间会帮你把美味酿出来，所以你就可以吃到好吃的。所以我们就想说现在年轻人其实做豆腐乳非常简单，那也有亲子活动，那我们倒不如来做这个，又可以推广我们的传统手艺，也可以推广我们的美味，这样。对，所以我们你说，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做豆腐乳的课程，顺便也介绍我们酱酿造的程序，然后跟他们讲说我们古早味的食品是怎么做出来的，古早的美味是怎么样做出来的，这样。没错，我觉得亚董葱要用的讲，因为我刚刚想讲的，就是平常时像我去超市看到的豆腐乳，其实按的一些个人可能20克就做得买得到，但是这种的豆腐乳对人的身体真的是好的还是说其实这个食物本来应该有含较好的东西，但是因为懂得石头的进步、口技的发展，可是吃到的东西是比较简化的，它并没有这么多时间酝酿出来的美味。对，而且说实在，自己吃的东西，为什么你吃会觉得比较美味？其实就是你用料再仔细一点，你用的东西再多一点。那其实我们不是商业单位，我们自己做的话就会比较用心，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比一般市面上的更好吃。其实我们做酱油上就是你用料跟时间，你把坚持到一定的程度，它出来的味道就会有一定的水准以上的。对，给假是讲天司机条前的乡亲朋友，有限的时间去到发年糕，比如说228。花莲假，还是之后的春节，想要去我们的花莲来撩发，那我们如果想要去做 DIY， 需要预约吗？还是说人数的限制？其实我们在 FB 上都有报名，然后那我们最近也有跟其他单位合作，说去其他单位做示范推广这样。那其实你在 FB 上只要我们留，我们有5组，我们就会开课这样。5组就可以开课。那我们的 FB 的关键字应该要搜寻新味酱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新味酱油，就做的请到家的为脸书粉丝专业，韩国做的去报名这个 DIY 的课程，除了有豆腐乳，还有嘛？该再个同大家来讲一下。也人讲来像等于讲，可以鲁马的东西，只要重量本来从一道嘢东西一从一道，还就会我教人讲，不用一道盐，不用一道糖，我塞一道米，我样种，完全冇问题啦。全部就做得教如冬瓜像下面你咧暗瓜的暗瓜的，像遐落皮的青好就下面你咧金椒的，金椒的，细条去卤起来青好色安尼，有一天的比例，你知道，像遐像金椒的，就8斤，都1斤牙个豆浆安尼。1斤糖，全部的配方全部不藏私，我同大家来分享。送面薯无条件的，无条件全部就搞大家。好，韩国我们单枪案呢，其实亚T3胎来加班哦，我们的环训也做了很多跟异业的结合。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花莲有很多在地丰富的产业跟物产，那所以我们之前就跟那个海洋生水合作，就做海洋生水。那现在我们之前也有像说花莲有特别的像红米
米，或是有在做那个石笋，就是海藻类的东西，想说什么东西？石笋，它是一种石笋，就是一种海藻类的。哦那我们现在开始在研究，然后跟有关单位在研究说，把它加到酱油里面有什么特别？那我们第一批做出来，它很特别是这种，它煮出来就好像你进了日式居酒屋一样。哇！就是好像他在煮海带汤，只要加一点点到你煮的汤里面，就整个好像是你到了昆布的味道，对，鲜甜的味道，鲜的，就是你好像进了那个日式居酒屋，然后开始要吃东西，然后你都闻到都是那个海带的味，对，所以它有很多在地物产很特别的东西，然后可以做异业结合，或是跟其他的特产做结合，看能不能发展出新的产品这样。对，其实你去咖咩有可能我一点店的地台北，对不对？哦，那个是我们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在台北开的店，然后那我们其实我跟你讲说，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花莲，嘿，做啲种哈，都去咖嘅故乡。对，然后我们都到台北来打拼，然后做很久之后，我们大家都有一点能力之后，就想说我们开一家店吧，我们花莲传统的口味带到台北来，所以还买个东西，就是挂包。挂包吼，啲台北那一道手菜，在那个石牌捷运站一出来，大概往龙总方面右边大概100公尺就可以看到。那比较特别是因为它的那个五花肉是用我们家的酱油去卤的，哇！所以呢，各位如果想不要煮，也可以尝到我们的味道，可以去吃那个花老五的挂包就可以。那它很特别，它就是花莲5个好朋友来台北开的一个挂包。原来如此，按用的名哎，而且特别的意义，不止你要买的东西，还去甲故乡的，还有用的材料，像是这个跳油呢，还去甲故乡的。故说今日神农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徐妈妈，谢谢黄旭，谢谢，这个当感谢。每神明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哦，大家记得要去花莲高的时间搜寻一下这个新味酱油新米跳油，大家就做在 DFB 频道底下就会资讯哦。每神明大家的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停运动现场，叫下来运动一下。